come visit me in Arendelle sometime again. 闊別咗一年啊 ，Stella Lou 又出去跳舞啦。Stella Lou 夢想起舞吧將會喺4月30至5月31號再度重演啊！奇妙處通會員喺5月8號同10號咧有專屬會員特別場，有興趣嘅各位5月份就要把握機會入場睇啦。期間迪士尼魔法書房將會暫停。小編早2年都有幸入場觀賞呢一個表演，提大家呢個表演咧嘅歌曲主要係用英文嘅，就真係啱晒啲 Jaden 嘅，同 Jaden 嘅阿媽啊、Haley 啊、Cyrus 啊呢啲朋友一場睇嘅。近年迪士尼好中意同唔同商戶合作，上年就有 Duffy 與好友主題電車，今年就有 Duffy 與好友主題快船。呢隻船就由中環6號碼頭出發，可以去到迪士尼碼頭。5月正式起航，票價700零蚊起，包船飛同埋1日門票嘅，有一打卡，仲有紀念品送添。迪士尼樂園20週年慶典嘅壓軸1個月份，將會有壓軸獻禮。去到迷你莊，亨利爵士同阿拔將會驚喜現身，走出大則同大家互動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6月12號將會舉行 Pixar Summer Fest， 成為香港迪士尼今年夏季活動，到時成班 Pixar 好友會同大家喺水花大街排隊一齊玩水。夜晚迪士尼星夢光影之旅之前，仲會有全新嘅 Pixar 好友星空匯演，一個個關於友情故事點亮星空。